今年适逢建庙360周年的南昆省大天府，特别规划举办一系列的庆祝活动。16号暗时举办的大型暗会，甲所有的信众做伙欢庆，活动相当的精彩。南昆省大天府建庙360周年，后要来感恩着咱的五府千岁观音祖万善爷，360年甲咱庇佑咱护国佑民，互咱的社会人民大家咱平安，互咱共同。今日是一个特别的日子，共同见证今仔日这是历史的第二年代，嘛是一个历史的一刻。暗会当天，除了有歌手献艺，嘛有高空烟火等等，吸引众人的目光。哇！南昆省大天府正做王爷宗庙，好受到咱的所有的百姓，受到来自海内外的这个信众大德，大家肯定，我想这是非常无简单。360年，毋是一个短短的这个岁月，但是遮侪人毋那是王爷遮尔兴，毋那是咱的信众遮尔虔诚。毋那是咱的同工、咱的志工、咱的执事人员有供有庙，遮尔护持，我想无法度成就遮尔殊胜的代志。庆祝建庙360周年系列活动将会持续规年度，除了有4月16号的暗会，5月有艺定表演，7月还有路跑的活动，以及11月平安宴祭，庙方欢迎全国的信众做伙来斗热闹。台南新闻张秀伟采访报道。